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。释法折言19。阴魔之初，是为生气，是他之非而为烦恼，实乃暗敌自伤，何图他人之皮毛耳？楞严经上有50种阴魔之说。什么叫阴魔？这里说的阴魔，就是把自己对自己生气，自己想不通，自寻烦恼，是名为阴魔。也就是把别人的是非，把别人对自己的不实之处、不良之处当成沉重的包袱压在身上，自己在一旁想不通，自寻烦恼，自找痛苦，就叫做阴魔。这种阴魔的产生，实际上是暗敌自伤，即就把生气变成了看不见的敌人来自己伤害自己，而对其他的人，对对方，对你想不通的人，则连皮毛都伤不到一点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外来的是非作为烦恼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窝。